亲继续来看这个农历过年，真侪乡亲拢会去点光明灯。讲这个光明灯要起价咯，中华鹿港的天后宫点光明灯要起200块，为600块起到800块。另外安泰岁甲点文昌灯嘛拢要来调起。庙方讲哦，因为电火柜啊起价，薪水嘛来调起，加上维护古迹的设备，步步拢爱钱，所以无起价吼，实在是拄袂调咯。真侪民众会去庙内底点光明灯，佮有文昌灯来求平安。不过即马去中华鹿港的天后宫点灯要起价啊！我们明年的预点的部分的话，我们所有灯种的话都有略微调整一个灯价的价格，调整到每一灯800块钱。庙方讲，因为点灯的介绍已经维持20年，会决定要起价，是因为起薪水，佮有高级设备维护，佮有换电费介绍嘛起价。所以鹿港天后宫对11月14开始，安泰岁点光明灯、文昌灯等等，介绍对600起到800块，合家平安岛嘛起200块，敢若在文兴通道维持8800块。我是觉得还可以啦，觉得怎么样？99还点一次不是吗？物价什么都上涨啊，200块还 OK 啦。尽量是卖去，唔知人咧安做，唔知较侪人啊，经费通啊开。针对天后宫点灯起价，民众的看法拢无同。不过，其他表示，中华南瑶宫、鹿港龙山寺、鹿港地藏王寺和台中的鹿仙宫、万和宫和大甲的镇南宫点灯拢是维持同款的计数，无起价。